大家好，我係 Daisy，由1998年開始做物理治療師。呢個動作係我經常俾我膊頭痛嘅病人嘅一個復康動作。3個重點：第一，全程保持張力帶要有張力，包括將你隻手垂落嚟嘅時候；第二，保持手踭向下，唔好向外張開；第三，記住要收緊你個核心肌肉，將你嘅肋骨向住盤骨嘅方向去。我通常每個禮拜會做2至3日，每次會做3組，每組8至10下。亦都可以喺你做舉重練力運動嘅時候，之前做10至12下，做一個激活嘅效果。記住，質量比數量重要，將你嘅帶唔需要太過重。請你喺下面留言，話俾我聽你下次想睇一啲咩嘢嘅內容，同埋繼續跟蹤我呢個頻道。下次見，拜拜。